尼希米记第8章第1节到第3节、第5节、第6节、第8节到第10节。第1节，迄时人民拢同心一意，聚集伫水门前的广场，因请经学教师以斯拉将上主通过摩西颁布予以色列的律法的册带来。7月初1，祭司以斯拉带律法的册来到会众面前，其中有男有女，甲所有听了会明白的囡仔。以斯拉伫水门前的广场，对天光到中昼，伫会众，就是遐个男女甲听了会明白的囡仔面前，读迄卷律法的册，人民拢注意伫听。以斯拉徛伫台顶，伫人民的面前天开迄卷册，伊一个天开，大家就拢活起来。以斯拉称赞上主至大的上帝，众人民拢举手回应讲：阿门，阿门。因拢额头拍伫涂骹敬拜上主。因读上帝律法的册，翻译佮解说内面的意思，人民就明白所读的。省长尼希米甲祭司嘛是经学教师的以斯拉，以及教导人民的利未人，对人民讲：今仔日是上主恁的上帝的圣日，毋通悲哀啼哭，因为全体人民听到律法的话拢啼哭。尼希米佮甲因讲：恁去食上好的米，啉甜的酒，无准备食米的人，着分予因。今仔日是咱的主的圣日，恁毋通忧伤，因为对上主得到的欢喜是恁的快乐。